你有冇諗過將你間屋、你張債券，甚至你嘅股票都可以變成一粒隨時可以交易、隨時都可以派息嘅 token 呢？你有冇聽錯？呢啲唔係幻覺，而係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 BlackRock 真係做緊嘅嘢。喺2024年3月啦，BlackRock 咧出咗佢哋第一隻上鏈基金，就叫 Bull，而係一粒真正代表住美國國債嘅 token，喺 Ethereum 上面運行嘅，仲可以每日都可以自動派息添。講緊資產規模過萬億嘅傳統巨頭都開始將實體世界嘅資產搬上鏈，佢哋咧唔係自己玩緊，仲有 Franklin Templeton 啦、JP Morgan 同埋 Goldman Sachs，全部都喺度測試同埋部署緊自己嘅 RWA 系統。咁到底 RWA 係乜嘢呢？點解大家都覺得咁勁呢？點解傳統金融機構都要紛紛入場呢？歡迎你嚟到區塊講解王，我哋嘅宗旨好簡單，我哋唔炒幣，我哋唔 sell 夢，唔吹水，就用最簡單、最生活化嘅語言，幫你真正明白加密世界背後嘅原理同價值。咁到底 RWA 係咩嚟呢？RWA 全名咧，我哋叫 Real World Assets，即係話實體資產。顧名思義咧，就係指現實生活中入邊有價值嘅資產，例如債券啊、股票、房地產、基金、藝術品，甚至黃金。你都可以想象呢啲本身係實體嘅存在嘅嘢，但而家咧，佢哋可以透過區塊鏈變成一粒粒數碼 token。呢個過程咧，我哋就叫 tokenization。咁呢粒 token 咧，唔係普通嘅代幣，佢背後係有真實資產撐住嘅。而每粒 token 嘅持有人咧，都有實質上擁有權或者收益權。咁點解究竟喺鏈上面咧，佢有咩好處咧？第一，佢交易好快，全球都可以通用。以前你買一隻債券啊，或者房地產基金啊，要開戶口、要填表、要過數，甚至咧仲可以經過中介。咁而 tokenize 之後咧，喺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24小時自由交易，用手機錢包咧一撳就搞得掂啦，冇時間限制，冇地域限制。第二就係可以自動執行合約條款。喺傳統金融世界，好多嘢都要靠人做，例如派息、收息、贖回、轉讓，全部都要經過銀行啊、結算所、律師。但將呢啲全部條款寫入智能合約入邊咧，啲 token 就會自動做晒所有嘢，派息、分紅、還本，全部都自動執行嘅，唔需要等人哋處理，亦都唔使經過銀行，淨係相信嘅程式就可以噶啦。第三就係中介成本大大咁降低咗。咁 RWA 上鏈之後啦，銀行、結算中心、轉倉機構，通通咧都唔需要做咁多流程啦，甚至可以完全消除某啲角色添。變相你投資嘅成本咧就會變低咗，時間短咗，效率咪高咗咯。咁我用一個比喻講，你就會更加容易明啦。你想買張債券，傳統上面啦，你會收到一張紙做證明啦，要靠銀行去幫你處理，甚至咧要可能要多2日先可以 settle。但喺區塊鏈上面啦，你收到嘅係一粒 token，入邊已經寫好晒所有條件，幾時派息，幾時還本，點樣交易。一旦買落咗咧，成個程式就會幫你照顧好晒一切。咁呢粒 token 唔止係記錄，佢係智能、有行動力、有價值嘅一份資產副本。咁呢啲實體資產究竟點樣變成一粒 token 呢？我哋一齊睇下 RWA 上鏈嘅基本流程。第一，我哋叫資產託管。咁所有嘅實體資產啦，例如一張債券、一棟樓、一份基金，首先會係由一間可信嘅機構負責託管嘅，例如銀行、信託公司或者啲專業管理人啦。咁呢個機構咧就會確保資產真係存在、合法持有，唔會亂咁轉手。咁佢哋就係成個系統嘅物理保安啦。第二就係 token 發行之後咧，就有一間發行嘅機構啦，可能係啲基金公司啊、項目啊，或者一啲平台啦，喺區塊鏈上面發行一粒或者好多粒嘅 token。咁每粒 token 啦，就代表資產嘅一部分權益。例如你買一粒 token，就代表你持有一張$1000嘅債券單位。咁背後嘅法律文件咧，都會寫清楚你有咩權利、幾時收息、點樣贖翻。第三就係投資人嘅交易同埋擁有 token 啦。你作為一個投資人，你可以用 USDC 或者 Ethereum 或者啲法幣去買入呢啲 token，就代表你真正擁有對應嘅資產。啲 token 咧會喺你區塊鏈錢包入邊顯示，你可以自由交易、轉讓，甚至係 DeFi 平台上面質押啦。咁舉個真實例子啦，你買咗 BlackRock 出嘅 RWA token Bull 啦，背後咧係一個真正美國國債基金由 Coinbase 託管嘅，
由智能合約去發行。你每日咧都可以收到利息，唔需要經過銀行，唔需要收到紙嘅文件，亦都唔使等3日去清算。咁呢粒 token 咧就代表嘅嘢唔係只係價值啦，咁代表一個全自動運作嘅基金權益單位。咁 RWA 嘅技術啦，而唔係亂咁出 token，而係有實體資產、有法律合約、有託管保障、有智能合約執行嘅。咁等你真係可以放心去擁有啦，自由交易同埋實時收到錢。咁可能你要問，咁呢啲 RWA 係咪淨係啲 crypto 項目搞下玩下㗎咋？有冇人真係用緊啊？其實而家最積極搞 RWA 嘅，反而係啲傳統金融嘅巨頭。第一，我哋有 BlackRock，全球最大嘅資產管理公司，管理超過10幾萬億美金嘅資產。佢2024年推出咗一個基金叫 Voodoo 啦，咁佢亦都唔係一啲咩債券賣行啦，而係 Ethereum 上面發行嘅。每粒 token 都代表住一份美國國債組合。第二，我哋有 Franklin Templeton 或者 JP Morgan，呢兩間啦都係美國白領級別嘅資產管理公司，佢哋咧都試過區塊鏈發行 tokenized 嘅債券啊、貨幣基金啊。Franklin Templeton 咧就用 Benji Token 基金，係第一批經過美國監管上面嘅鏈上基金。以前成日聽有人話 crypto 係玩具泡沫冇用，但係你而家會見到最大嗰批金融機構反而係最早入場嘅一批，佢哋知道 RWA 唔只係創新。其實一場實實在在嘅產業咁升級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咁多金融機構參加，關我咩事啫？我又唔係基金經理。但係實際上，RWA 最大嘅意義係反而令到普通人都可以參加傳統金融嘅資產，用極少嘅資金、極低嘅門檻，可以做到以前只係有富豪或者機構先可以做到嘅投資。第一個好處就係投資門檻大幅降低。以前你諗下，你想買美國國債，最少都要經過銀行開戶，最少買一張，仲由幾千蚊美金做起，唔係人人都可以 afford 到。但係而家你可以用10蚊美金、20蚊美金買一粒代表國債嘅 RWA token，即係用啲咖啡錢都可以用到以前機構先可以做到嘅嘢。第二樣好處就係全球化，冇時間限制。咁 token 喺區塊鏈上面運行。24小時佢唔會停市，全球都可以買到。唔理你喺香港、馬來西亞、阿根廷定係邊度都好，只係你有個 wallet 咧就可以參加噶啦。星期六、星期日唔使等開市，唔使等結算，即刻買，即刻 settle，交易咧就即刻發生噶啦。第三樣好處就係自動派息，冇人 delay 佢。喺傳統金融世界啦，你收到派息要靠券商，有時會 delay，有時會漏派，仲有時可能要打電話去投訴。但 RWA token 係寫咗條件喺智能合約入邊，一到日子咧就自動派錢入你個袋嗰度噶啦，仲準時過 MPF 添。第四樣咧就係透明度極之高，個帳目咧都唔可以造假。因為 RWA 資產啦，會喺記錄喺鏈上面啦，你可以查到發行嘅資料啊、資產價值啊、資金流向啊，唔使信人講，直接自己 verify，唔可以話唔見就唔見，唔可以自己係咁印。咁對比起傳統金融體系入邊啲黑箱操作咧，RWA 嘅透明度真係一個好大嘅進步。咁簡單啲嚟講啦，以前要經過銀行排隊睇身家先可以買到個資產，而家一部手機一個 wallet 就可以搞掂，真係可以做到財富民主化。咁講咗咁多好處，係咪即係代表 RWA 係完美無缺嘅咧？咁梗係唔係啦。RWA 咧而家都係處於一個初期嘅階段，仲有好多挑戰未解決嘅。咁我哋睇下幾個最主要嘅風險啦。第一就係法律同埋合規嘅問題。雖然啦你手上有粒 RWA token，但呢粒 token 咧係唔係真係代表你擁有資產咧？萬一資產託管方面出事啦，或者 token 發行商走佬，你可以去邊度 claim？有冇法律保障？再加上每個國家對區塊鏈資產嘅定義都唔一樣，有啲地方覺得佢係一個 security，有啲地方覺得係一個商品，變相令到 RWA 全球推廣化好易撞牆。第二就係技術信任問題，雖然區塊鏈技術本身好安全，但係中間咧仲涉入好多技術角色，例如託管人啦、Oracle 智能合約。萬一某一個橋被 hack，某一個智能合約入邊有漏洞，或者一個 custodian 做假賬咧，成個 RWA 系統咧就會出現巨大嘅風險㗎啦。因為區塊鏈冇得 undo，一出事就好難補救。第三，中心化角色都係喺度。你以為上鏈就代表所有嘢都去中心化？咁又未必。例如你託管資產 custodian 係中心化嘅機構，審計報告、資產披露仍然都要靠人去做，甚至咧 token 嘅轉讓限制都可以由機構去操控。即係話表面上係鏈上面啦，但實際上仲有好多人去掌握個控制權。RWA 技術上面啦，其實係 ready 嘅，
但係要普及、要安全、要全球合法化，就需要制度、法律、基建、教育全部一齊 catch up。好彩就係而家好多大嘅機構、監管機構都開始參與啦，所以未來咧係會不斷咁演化，逐漸完善成個過程嘅。講到尾，RWA 咧唔係就係一個新幣，唔係就係一個投資工具，而係佢將傳統金融搬上區塊鏈嘅方法。佢就好似一條橋咁樣，一邊連住舊世界、銀行、債券、股票，另一邊咧就連住一個新世界、智能合約、透明記帳、自主金融。將來可能你屋企間樓、你張股票，甚至你份 MPF 都唔再係一張紙、一個銀行戶口，而係可能變成一粒粒可以交易、可以合約化、可以自動執行嘅鏈上資產。咁你又覺得點睇呢？你會唔會願意買一粒代表債券、房地產嘅 token 呢？又信唔信呢一種一切資產上鏈嘅未來模式呢？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好想聽下你哋嘅睇法。如果你中意呢段片，記得 like 呢條片，subscribe 我哋區塊講解王嘅頻道。我哋會繼續用最簡單嘅廣東話，會幫你講明白加密世界最複雜嘅概念。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